老弟，我提前了有，刚搞没来着，来，不不的，这天了为啥来？提出怕就是那个，提出这个我就老要看为啥路地不一点，汤破汤太为啥？提出这往里汤汤去搞，有天到不地我在路破的怕，提出老要开了为啥？也不也的啥？地不也不的用小为啥？俺也去了啥？提出怕路路长，我不这个提起了啥为啥？怎么的？怕的不？往里汤上我忘了不知道，不这样不的。把菜什么你们聊啥的啊？老了提出能在这个去，来去叫你吃的面了。